咱来看台中市有一个富人人哦，伫面册看到理财广告，诈骗集团是骗讲家己群组会当来提款，抽到要上市股票的几率，阁有会当提供延期交关服务，所以就拍算要领95万去投资。加在警方甲厝邻的人阻挡，嘛有掠到一个姓吴的车手。富人不忍车手年纪轻轻就走错路，也在现场苦口婆心唤醒，希望早日回头是岸。本分局在现场查扣相关证物，并在诈骗集团交付车手的手机中，发现上手化名永和豆浆幕后操控。全案移送后，由台中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嫌侦结起诉。这个富人人甲车手约伫素食店要交钱哦，因为厝里的人怀疑讲是诈骗，有去报案，警方是等伫现场，嘛掠到车手，专案是交予台中地检署依早起假造文书甲洗钱罪侦办。这个车手哦，恐惊上当，会防判10档的有期徒刑。